来念歌咯。昔时贤文花女谆谆，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龟来到德山地。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，你还会记得偌济？车行到伊就阿妹伊就丢，哎哟崩空啦！礼拜日文昌你来去搞啊你过年啊？哪有？好容易，我不来去。麻花汤啊，米糕凉面臭豆腐，大肠面线花包素心汤，鸡肉饭卤肉饭面。泡一杯咖啡，兄一锅茶，医疗也来坐。讲戏出烧交杯，甲历史约会，找找故乡的爸母话。暖暖站门客，咱的故事探万地。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查门客电台制作，公司主持。米烧鸡肉看连汤，牛肉面、肉粽、肉丸，真好食。岁月亲像走袂定，转啊转，一直转袂停。毋过，较转嘛无法度转倒边。阮无张钱，编着一张黄黄的旧相片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内底总共11个人，差一个就一打咯。相片内底的人。有人是歹势歹势毋敢笑，有人是避暑避暑闷闷啊笑，有人是大班大班喙笑目笑，连手林抱的迄两个嘛笑甲真古锥。较早的老大人总是重男轻女，认为生查某囝是加一了米。饲大汉就嫁去别人家，厝内较惨着贼偷。若是有人生查甫的，大家就甲讲：恭喜恭喜，恁兜添丁咯！红爷啊是烧钱揽，烧钱看；要若是生查某的，就甲讲：哎呀，查某囡仔屁念头嘛饲的我，连看嘛无爱甲看。阿母真含慢，第一胎、第二胎拢生查某囝。阿爸讲，查某囝关卡阁伶俐。毋过，阿嬷看到第二胎阁生查某的，随即一个面相，阁真歹声扫，讲：唉，哪个生查某的？过程中。第三体的红婴仔生落来，吼两声。阿母山底的红婴仔吼出声，伊真正是生查某囝生甲会惊。哪个查某的？阿爸讲：无要紧啦，查某囡仔嘛真好啊，咱继续搁拼，反正后一体就是查甫的。阿爸甲第三个查某囝合作难啊，阿嬷真生气，伊讲：荷兰啊，就会阁有菊啊、梅啊、樱啊，定就会阁招小妹来啦。规丛好好，果然无错。阿母生第四胎，又阁是生查某囝。即阵阿嬷就话讲：
足啊足啊！查某囝生到遮就足啊啦。所以阿嬷就甲第四个号做足啊。搁安尼落去吼，毋是办法，爱来去求祖先娘娘。你紧去庙里换花，后天吼才会生后生啦。阿母随遵照阿嬷的教示，去庙林拜祖先娘娘，搁换花，望后天会当生后生。讲换花会生后生，真正是阿婆啊抹粉无彩工啦。因为阿母第五天嘛是生查某囝，哪个生查某囡仔屁呀？查某囡仔满啊啦！请祖先娘娘吼，毋通阁送查某囡仔来啊啦！阿嬷就甲第五个号做满啊，所以我的名就叫做韩满。哦，哪会安尼呢？啊，对啦，敢若换花无换刀，啊，祖先娘娘嘛毋知查甫囡仔要送去倒一号啊！哎呀，我哪会遮糊涂咧？这件代志吼，就爱请前5到3工才对啦。哇，母啊，你今仔日订猪肚有够芳呢，煮遮尔好料，有人客要来哦。那是，啊，都恁阿姊啦，连续生5个查某的，拢无生后生，啊，因大家吼吩咐人来交代，讲着爱炖猪肚，互恁阿姊食，讲啥物换花无够，腹肚嘛爱换，安尼才会生查甫的。哼，我听伊咧唱歌，人阮老师有教，生查甫也是生查某。迄是纪律的问题呢，而且迄甲姐夫嘛有关系啊。若要叫阿姐食猪肚，迄姐夫嘛都爱炖一只猪来补。你莫伫遐讲迄5、4、3个啦，已经生5个查某的，啊，若阁生无查甫的，是要安怎对人寒家交代？哎呀，有囝有囝命，无囝天注定，叫钱毋想甲开咧啦。5个查某的大汉拄好组一团乌鸟歌舞团，我请的呢。好诶，毋学，哎呦！学迄有空无顺诶，足疼的呢。好啦好啦，啊无组一队篮球队出国比赛，摕冠军倒转来。莫搁伫遐翕相啦，去厝订挽几粒啊零用来啦。死搞哈，我嘛会当做因的教练，我咧投篮偌准的呢。我妈将猪肚炖好，倒落去地锅，地锅喙搁用红线绑2粒零件了后。才个放入去蛇篮内底。你甲猪肚赶去互恁阿姊，莫互人知，赶入去房间内，叫恁阿姊点点啊食，莫互人看到，知无？哈，着搁安尼偷偷啊来，袂输咧做贼咧。囡仔人有耳无喙，莫搞话啦，紧去啦。是，遵命。阿舅咿耶，甲猪肚赶去放伫阿母的房间。阿母就坐伫面床头，偷偷啊食猪肚，望后天会当生查甫。阿母又搁要生咯，阿嬷花头喜面，对庄骹来到阮兜，死神一个狗，红婴仔大声吼：哦，丹田照力，这摆吼，定着是生查甫的啦！阿嬷挖近一看，山喘一个大气。啊，完啊，完啊！查某囝生到遮就完啊！
第6个查某囝，阿嬷就甲合作完啦。边远就食透透，搁变甲100链糖。掠准即摆是鸟鼠啊入牛角，稳当当。唉，哪知一切又搁是白了工啊！阿母头仔淡淡，毋敢讲话。阿嬷佫讲：是安怎生无半个后生，较生的拢查某囡仔，佛祖、妈祖、天公祖啊！请恁着慈悲，关公、土地公、三界公啊！请恁着保庇啊，保庇阮新妇后体生后生。要转去庄脚种前，阿嬷讲：查某囡仔生一拖拉去，饲大汉嘛拢别人的啦。后盖吼，恁家己甲囡仔好命就好啊啦。天公伯啊，亲像刁古意咧甲阿母滚耍笑。并过冬，阿母又搁生第7个查某囝咯，真正是要哭无目屎，艰苦无人知。你敢知影汉家的新妇即回是生查甫的，还是生查某的啊？你无听讲哦？又搁生查某的啦！哈，又搁生查某的哦，拢足7个啊呢！真正是查某图，搁一年生一个哦。莫安尼讲啦，凡说因翁仔某是想要做公职嘛，无一定啊。做啥物公职？惊人娶某某啊！有理，有理。毋过阿爸哪想无感觉安怎？婴仔抱出来时，拄好有2只鹰仔歇伫柳树枝，莺声燕语咧唱歌诗。伊就甲阿母讲：第3个查某囝是秋天生，我甲号做秋兰。即马即个第7个红婴仔，嘛是秋天生，安尼我就甲即个婴仔号做秋英，好无？拢好啦，又搁生无查甫的，阿母一定足失望的。无要紧啦，阿母已经惯势咯。查某就查某的啊，人阿兄讲吼，这七仙女下凡，要来人间佚佗，经咱翁仔某做因人世间的爸母啦，哈！听到阿母第7个又搁生查某的，阿嬷嘛毋知要讲啥，敢若对婴仔的名有淡薄仔意见。啥？号做秋英哦，好啦好啦，你号就好啦。若无吼，我则想讲，若号做招弟啊，凡说明年会招一个小弟啊呢。阿嬷讲的话实在有声，阮这个第7小妹，希望无号做招弟啊。毋过过程中，阿母真正生后生啊。恭喜哦！恁新妇即个甲你生查甫孙呢，恭喜呢！多谢多谢多谢，来，免客气免客气，互我请一个红卵啦。多谢。阿嬷来啊，人甲伊恭喜，伊就笑甲嘴啊利西西，嘛传真侪好料的来。阮新妇生后生啊呢！阮新妇生后生啊呢！哎哟，我是痛甲比着100万，更加欢喜哟！我阿嬷嘛感觉足有面子，见人就讲：阮查某囝生后生啊啦！阮查某囝生后生啊啦！哈，阮查某囝毋是查某图，只是大只加万田。较慢生后生尔啦，实在真有面子呢。为了庆祝查某囝生查甫，外妈传足侪油饭甲麻油鸡酒，
拜3工，记载人食甲欢喜。婴仔满1岁时，外妈就要占车、林母车、脚踏车，甲足侪物件来做道具。寒假总算有香烟咯，阮对寒假有交代咯。树荫树荫照小弟，树荫树荫食较有呢，大家爱较小叶哦。第8天是查甫的，有启示的意思。安尼，我着甲号做启动。对，就是启动。第9天又搁生查甫仔哦，恭喜呢！哦，够搞的啦！大后生叫做启动，这个叫做启风，对，就是启风啊。想袂到过无偌久，有一天，阿伯雄雄甲阿爸讲：哈哈，恁兜出2条番薯哦。2条番薯？安怎讲？你用华语念看卖咧，寒气冬，寒气风，寒气，2个字念起来，毋是叫做寒气的哦。是就对啦，哪会遮拄好？ 2条番薯无毋对哦。无毋对。唉，毋望这2条番薯仔囝碰碰大，一世人毋惊风吹甲雨拍，有土就会当搁生炭。2个小弟去学校读册，真正互人叫寒钱的。连第4查某囝寒竹嘛，互人叫寒竹的。第5个寒婉，我本人，种即节拢甲阮叫寒曼的。去学校读册了后，同学嘛是叫阮寒曼的。若第6个寒丸，大家拢叫伊马丸的。全家大家拢有外号偏名就对啦。 头的啊，灶骹的技师傅伫要无安呢？哦，好啦，小等下我才去载一车转来。迄时阵，讲事路还袂时行，家家户户煮饭拢是兄走。阿爸3不5时就搭3轮车去三仔行拨技师傅转来行。煮饭、炒菜、烘滚水，逐项拢爱用到。 哎呦喂啊！哎呦喂啊！有一摆，阿爸搭3轮车要去载技师傅，伫路口互一台乌托摆弄着，脚受伤，袂当搭3轮车。麻烦的，就家己一个人搭3轮车去拨2地技师傅转来。伊某无法，就将3轮车沿摊行，才阁看看，甲迄2地技师傅。 拎入去灶骹，厝边看到，拢学了讲：实在有够敖啦！才读国校5年啊，尔，遮尔细汉就会顶因老爸做大人的工课，实在真乖哦。阿伯嘛定定甲阿爸讲：恁兜哦，从细汉到大啦，第5个骹手慢蹲，阁袂晓做工课。若第6个肉圆的啊，毋若气力大啦。 骹手阁猛啦，阁吼真晓做工课，真正是吼无输查甫囡仔啦。阮厝后有一棵番薯田，番薯大到在收成的时，阮一群囡仔
就会赶家姐仔去捡番钱仔囝。妈完呢？你敢有捡着？我拢捡无呢。我嘛干那捡着一丝仔尔尔。哼，一定拢去互隔壁的囡仔捡了啊啦！安尼要安怎？转去一定无够一个人食一条啦。妈完呢？你在创啥？你在甲人偷我番钱哦？这几条大条的有够难分了啦！行，紧来转。妈完呢？袂使啦！你若互阿母知影，会互伊讲死啦！嘘，无人看到，你还慢的莫讲，就无人知影啦。你摕遮尔侪条番钱转去，连面嘛互人撞着，等下你就知啦。阮即个肉圆呢，是骨力兼顾家，行转去番钱无够食，趁餐主无注意的时，偷摕3条大条番钱，紧走转来厝，对厝后甲番钱放入去厝内，结果好死毋死。家啊是发生啥物代志？妈完呢？害啊啦！咱家的家宝家仔去互你等的番钱，捡一个死翘翘啊啦！啊？哪会遮尔拄好？爸完呢？你倒来番钱？我这偷念，一世人亏欠。你就是偷摕人的番钱，天公伯啊，毋才会甲咱家的家母家仔收去啦。你是安怎拢毋听话？若要讲互你听吼，你拢袂乖。我毋敢啦！你莫走，你跟我过来。莫啦，讲着足疼的呢。阿母举锤啊，要讲肉圆的，伊走足紧的，互阿母约。阿母千约嘛约袂着。我看你外口走，你着拢莫转来。若转来吼，我才讲互你死。落尾，伊走去路林等阿爸，甲阿爸生奶，才阁对阿爸转来厝。想袂到阿母毋但无甲肉圆的讲，还阁真好声扫，讲：啊，恁爸仔囝转来啊哦，饭菜拢冷去啊，我紧来去烫好小汤互恁食吼。阿母毋是袂记你迄项代志，其实。伊是一个嘴硬、心肝软、阁真孝敬的人。因为囡仔济，经济无好，所以教囡仔伫外口莫逐项甲人比拼，嘛教囡仔做人做事爱较吞忍、较让人咧。恁袂使去甲人冤家相拍哦，互人拍袂减一块肉，互人骗会食会困，甲人骗。袂食袂困，圆人会变，变人会圆，恁知无？细汉的时，阮有一领足水的洋装，迄领洋装是天主教美元的，阮足爱穿，定定穿出去颠簸。希望穿甲破一大空啊！阮嘛是毋甘等遐角。后来阿母甲洋装补天咧，阮着阁穿出去耍咯。哈哈哈！去食囡仔穿破衫，穿破衫。你讲啥是去食囡仔？啥人穿破衫就是去食囡仔。哼！恁拢无水衫通穿，恁才是去食囡仔咧。你讲啥？去食囡仔，欠跑，捡着头家捡啊，紧的啦！恁什么？哎呦，这疼啦！当大家为我来拍阮，佮叫阮去食囡仔时，阮袂堪即气，就出手甲一个囡仔杀倒。看人咧哭，阮惊甲紧走转来厝林眯起来。无偌久，人个找到厝林来斗咯。伊啦，伊甲人车倒的啦。你甲看啦，恁下面咧甲阮车一个，脚切破皮，你老血啊啦！歹势，我来摕红药膏甲伊抹一个吼。免啦，红药膏阮兜有咧啦。恁下面呢，着小加一个，
毋通安尼赤白白，若无后摆无人敢含伊算啊啦。你是安怎甲人冤家啊？是伊死袂人去食囡仔，佮捡一头甲阮牵的呢。相拍就是毋对，人拢斗来到厝内啊，有够见笑的呢！你紧共回室咧啊！我无爱啊，是伊死袂人的呢，是安怎爱甲伊回室咧？你讲袂听？我无爱啦，我妈妈毋对啊，我无爱甲伊回室咧。阿母无分三秒，毋管阮安怎解释，伊嘛是拍囡仔互人看。阮啊下狗仔缀死囝，有口难言，干那徛伫壁骹边，一直吼一直吼。好啊好啊，小假死一个就好啦。啊，你嘛共款啊，你的皮哦，甲我订好红啊。行啦，转来去膏药啊啦。歹势啦，歹势啦。转去啊啦！你紧起来抹药啊！少疼心，笑笑，阿母唔甘，阿母唔甘，你唔通搁哭啊啦！天主教招人去教会佚佗，嘛教人唱歌，也是教人讲英语。上好康的，就是会送人足侪物件。大家拢最爱去天主教的。阮遮的囡仔也会念讲：天主教树立家，树立亲，树立强钱毋免还。天主教时常拢会发米粉，阿母就摕户口簿啊。甲人排队去领米粉。阿母领米粉回来哦！我要食包啊！我要食甜粿。好啦好啦，看恁要食包啊、馒头、咸粿、甜粿、乌粿条、粿仔汤，还是吊边烧拢好，我拢做互恁食哈。哦耶！万岁！阮阿母的手真卡。逐项好食物，伊拢会晓做。一阵囡仔，毋管是要食饱，也是食卡，拢有。米粉拢煮了啊，米粉袋啊无拍算等遐角。阿母阁会用针车，甲米粉袋啊车咧，做底裤章啊，互两个小弟穿。爸爸呢？你看弟弟的卡分配想法，中美合作，中美合作呢？弟弟因两个是中美合作出来哦。安尼因毋拢是混血儿。厝内囡仔坐敢若一罐肉粽咧。阿爸逐工天拄拍蒲光，就拼到暗暝暝才入门。入门的时，规身躯臭汗酸。四姐族啊，讲阿爸臭毛毛。啥物咧臭毛毛？囡仔人一句讲就袂晓话，迄是钱的芳味啦。唉，厝内人口济，上惊厝内米翁仔人流。只要若有工课，就爱骨力做，加减趁较袂散啦。阿母工课一直做，一直做，搁欠长内度，家己的身体就安尼愈来愈难心咯。唉，人讲查某人生一个囡仔就够机会，无心若懒，囡仔身体就袂用，真正有影呢。厝内囡仔身体拢无介好，尤其是第四个，伊细汉的时候，阮三不五时就订补互伊食。恁老爸3工2工就按伊去弄医生馆，医药费拢是欠少的。等老爸领月期的时，才送去互先生。伊身体真虚弱，嘛是真懒心，较袂着吼就破病，食补食药啊，毋知拢食对倒位去。阿母饲土鸡啊，一水搁一水，大到知
大部分拢是踮甲四姐补身体。阿母阁饲足济鸭米啊！阿米啊来，阿米啊来，阿母饲红面鸭，同齐拢是踮鸭角，甲阮大家补。过来就是年仔节啊拜拜时，阮才会当阁食到鸡肉，也是鸭肉。恁四姐有几若届下骨压起来，险险啊无命，好佳在有先生甲伊救。人先生对咱遮尔好，所以咱嘛爱对先生好。若鸡仔鸭大狗在，咱定着爱捌人的仁言义理，送来去甲先生细笑。阿母是一个真认命、真传统、阁真严硬的台湾查某人。伊毋但无用一家口啊，阁无用几落口罩。后个月开学，阿母若甲肉圆仔因4、5个姐弟啊，拢爱注册。我想要来因一寡石头来做斗小天哦。哦，啊有啥物石头通做？我来去找中兴的头家娘问看卖，听讲因咧欠煮饭甲洗衫的。啊，你厝里的工课都遐尼济啊，要搁去外面甲人煮饭洗衫，毋惊做袂起哦。会啦，有工课做，有钱趁，偌好你敢知？阿母用一个比厝内洗身躯搁较大卡的卡桶滴水漏水，卡桶边啊放一块洗衫棒。洗衫棒换伊这边架较悬，伊坐伫一条细条椅头仔顶，沿头喝水，沿头洗衫。阮定定看伊喙齿紧夹咧，出力一直洗一直烂，一领过一领，一遍过一遍。洗衫洗甲手粗粗，布布又搁结烂。冬天的时，搁逼唇流血流滴。阮真毋甘阿母忍受这种痛。哎哟，阿母啊，你甲我偷洗衫吼？我对伊无代志做啊。卖啦，毋通啦，你洗袂清气啦。谁讲的？我拢用手就出来咧洗呢。洗衫真艰苦，你这双手后摆是要压笔的，毋是要洗衫的。你册较认真读咧。后摆压笔较轻巧，才袂像阿母安尼，伫爱做遐尼啊劳苦、遐尼啊粗重的工课。阿母，当阿母甲这个囡仔请养大汉的时，伊的身体嘛拍歹去啊，病魔一直甲伊折磨，互阮看到真毋甘，定定偷偷啊流目屎。恁咧哭啥啦？我真勇敢，要认输啦！我要甲病魔拼一个输赢的，拼会过继续活，拼袂过死就煞，生死成好命啦！恁大家拢免替我烦恼啦！阿母去做善啊，大家一直吼一直哭。阿爸是艰苦甲袂食袂困，规工神拄拄软搞搞，拢毋讲话。阿母的小妹甲阮这姐弟仔安慰讲：恁大家就爱放下，恁阿母毋免搁再受折磨，伊的业障已经煞。伊要去天顶好命，阿弥陀佛。阿姨叫四姐接啊过去，山路就牵阿母的手，
甲足啊对头到骹热热比比咧。姊啊，你要去做甚啊？你着顺续甲恁查某囝足爱病痛，单单去写入江洋大海哈。想到过去的往事，嘛，互阮感觉家己实在真不好。阿母生阮遮尔济囡仔，月内上接食的是麻油煎卵、麻油煮肉皮、麻油煮鱼头鱼尾、麻油煮鸡头鸡骹。大家就是阿母上爱食鱼头鱼尾甲鸡头鸡骹咧。近摆若食饭，拢会留鱼头鱼尾，也是鸡头鸡骹，互阿母食。我着上爱食鱼头鱼尾甲鸡头鸡骹，月来嘛共款啊。鱼肉甲鸡肉，恁囡仔人较有兴趣，互恁食就好啦。我较够撑骨，啊有骨的互我啦。月来食麻油煎卵、麻油煎肉皮，就足好食咯。毋过有一摆，厝内敢若剩阿母、阿爸甲我。暗顿，阿母煎一尾鱼仔，佮煮一鼎我上爱食的竹笋仔汤。我是笋仔汤结甲饱，就无佮食鱼仔。后来，阿母食饭的时，伊先创鱼头，了后将鱼身的刺一支一支匀匀啊拣起来，才佮豆豆啊食鱼仔肉。阮看伊是食甲真欢喜。迄阵，阮才知影，原来阿母是疼囝，好份的拢毋甘家己食。阮山电脑饼，好份的家己食了了，歹份的才留互阿母食。现主时想起来，阮感觉阮实在真不好。今仔日过年有抬家拜祖先哦，啥物人要食鸡腿？莫烧精，一只鸡2支腿尔。大家画拳决定，赢的就有通食鸡腿哦。往事一幕一幕过去，一直浮出来伫眼前。阿母的艰苦、劳碌，甲疼囝的种种代志，阮永远拢会记哩。阿母的形影，永远拢刻伫阮的心中。